由於學生有好多時間都喺學校學習，學校肩負住一個重要嘅角色，去協助學生從小建立良好嘅飲食習慣，減少飲用高糖同唔健康嘅飲品，係其中一個重要嘅良好飲食習慣。衛生署建議6至11歲學生每日應該至少飲6至8杯流質飲品，而清水係最佳嘅選擇。為協助學生從小建立良好嘅飲食習慣，學校應該喺校園內提供清水，以減少學生購買高糖或唔健康飲品嘅機會。同時，學校亦應該同小食供應商及家長合作，喺校園內營造有利健康飲食嘅理想環境。喺選擇飲品時，大家要留意質同量一樣咁重要。質嘅要求，學校喺校園內應該只係供應適宜選擇同限量選擇嘅飲品。適宜選擇嘅飲品包括無添加糖嘅低脂或脫脂奶品類、低糖以及低脂嘅飲品。適宜選擇嘅飲品例子有低脂牛奶、脫脂牛奶、低糖高鈣豆奶、無糖豆漿。而限量選擇嘅飲品包括全脂或含添加糖嘅奶品類、純果汁。限量選擇嘅飲品例子有全脂牛奶、朱古力奶、純橙汁。提一提同學，限量選擇嘅飲品如果以每星期5個上課日計算，建議飲用唔多於2次。至於小選為佳嘅飲品，即代表高糖或含甜味劑、代糖或咖啡因嘅飲品。小選為佳嘅飲品例子有汽水、含添加糖嘅果汁或果味飲品、乳酸菌飲品、紙包飲品如檸檬茶、菊花茶、低糖或無糖汽水。建議飲品茶、咖啡、奶茶、能量飲品、部分運動飲品。不過大家謹記，由於小選為佳嘅飲品不利學生健康，衛生署強烈唔鼓勵呢類飲品喺校園出售。至於量嘅要求，除清水之外，建議飲品份量最好唔多過250毫升。如果想搜尋更多健康飲品資訊，可以使用衛生署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專題網站內嘅自營小食站，或者善用有形小食資料庫及參考學生小食營養指引。大家一齊為學童嘅健康把關。